续来看面册，有一个农业的卖种专业叫做林白好油。这个版主林志宏最近这段时间，因为进口轮的问题，一直咧炮轰着农业部，结果互人家恐吓，多参信箱麻烦冒名向未少公家机关来寄出着炸弹的恐吓批，寄予法务部，寄予高检署，多参总统府嘛接到林志宏签名的恐吓批，总统府已经报警来处理。即卖讲，资深的媒体人王阳明、甲高雄市观光处长高敏林，因的信箱嘛互偷用，寄出着未少的恐吓批。法务部讲，无要处理个案，相关的案件会由所属的检调来进行调查。另外，这个刑事局讲，总统府所收到的恐吓批，无排除是一个姓张的中国籍的学生所寄的。总统府电前的批筒内底，昨早8点半收到一张要予蔡总统的批。严格详细甲看，标题甲内容拢讲伊伫总统府斗炸弹，下晡3点就会来爆炸。安尼惊险的内容，互总统府唔敢大意，第一时间马上报警。想要到今仔日知影，又搁收到一张伊个炸弹已经装好的批。这回讲伊家己是媒体人王阳明，佮讲伊用化学的混合剂制造7粒的炸弹，有3粒就倒伫蔡总统的办公室。3点钟后对爆炸。法务部本身是不处理个案，但是所属的检调机关他们对于社会上任何的现象都会确实的掌握。那涉及到刑责的话，我相信我们的执法单位一定会严厉的查办。部长强调，将会严肃来查办，因为那总统府得来法务部嘛受到类似的批信，另外包括高检署、台北地检署等等嘛拢有收到。会出现安尼批信，全部拢是因为进口两个证据，出名的农业卖种专业去互恐吓，批筒嘛互冒用，这嘛互人真好奇，负责治安管理的司法部到底在创啥？如果是有报案或者是涉及刑案的话，那这部分是由刑事局，那不管是检调需要任何技术上面的支援的话，那数位部都有权利来支援。具体的个案的话，如果他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话，那基本上我们是支援检调，而不是直接来评论个案。即卖就连地方政府官员嘛同款受害。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林嘛讲，伊寄批小号被冒用，寄出恐吓威胁的批信，相片内底各有附庆忌的相片。我们日前分析过，那与入籍的这个来台湾求学的张姓学生是手法是相似的，我们不排除是张姓学生所为。那这个部分。那我们会持续的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合作机制来，这个请大陆来协助。除了赶紧诈骗真相掠出凶手，政府恐惊嘛爱提出实际因应方针，避免引发到民众的惊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